lớp trên thẳng bô。第一课。Rỉ thuyên than nhẹ，同类词汇。千琼松，3个单元。Thông mar lộp cấu trúc bả thẳng。首先，在一开始学习时，让这仓妹突囔囔鬼把泥。我们大家应当要关注的是，记忆lớp đề lớp cập， 记忆rằng lớp quỷ。学习语文教材的阶段，必须要学习语言与文字本身。Perna chuyên độ tapu lớp trên là chuyên na。例如，以色彩的课程来说明的话，chuyên độ rễ rễ名起lớp đăng thẳng。每个色彩的名称念法。塔恰七座起德索瓦堂，拼字词缀如何使用？绝巴新区界配具东荡俄吹把切轨，以及扩充诠释的方式，都必须辨认如何去运用。提门村扛躺扛这那都给瓦堂。除此之外，如果不同的颜色混合，色泽的变化，春季出恰所我追究题可以切瓦门，以及色彩成分等等的介绍就不那么重要。Rỉ thuyên than nhẹ敌形，千穹松土切远。此处依照同类的词汇分成3个单元。千巴rễ rễ lớp trên rễ捧切月北，因为每个单元都拥有1课的分量。铁路给lớp trên7轨南轨，所以应透过规划来安排课程。Rỉ thuyên than nhẹ给lớp trên tí，本课同类的词汇。Oma nam không mê trùng tơ thủ sông月北，是在往后的课程都必须具备的前置训练。lớp chỉ cập thu là chỗ quỷ，因此教导时请务必铭记在心。千穹躺波村 doc， 第一单元色彩。Gerbo 白色。Oma 牛奶。铜。海螺。大。马。Marble 红色。茶切僧服。Berche 相机。球如珊瑚。Rainbow 青色蓝色。U 绿松石。木栅汽车。塞口拉地球。
silver 黄色。Nima medok 向日葵。缺柜法医。Mamui lodok 玉米自然岛。Nakbo 黑色。tom 熊。Langok 公黄牛。Porok 乌鸦。蒋库绿色。新东树木。帮汤草场。Sema 豆子。Singya 粉红色。Chimalip 蝴蝶。美豆贝吗？莲花。Thumb 鞋子。Mumen 宝蓝色。Lakuk 手提包。堆通上衣。Thumb Eugene 长筒靴。Ngogar 浅蓝色。Gangpuk 气球。小猫帽子。康巴房子。蒋丝黄绿色。Gushu 苹果。Gunjun 葡萄。菠萝球。Marmuk 紫红色。棕洋葱。修樱桃。女人汗衫衬衣。村岔花色。葵通裤子。Geji 围巾。Lakshub 手套。撸蟹歌谣。Ngosirgama Nabota 蓝黄白红与黑色。蒋库Singya Mumentang 绿色粉红及宝蓝。Mubo Gyangbe 春豆影紫色单纯之色彩。Ngogar Jangsirma Musok 浅蓝黄绿紫红等。蕨区妮对春豆影总集二色之称谓。春丽洋央贝妈糖二色反复交错叠。养呢逆雷忙瓦呢诱惑更甚二者时。村昌叉叉斜色弱称为花色或杂色。
千秋尼巴 ip 第二单元形状。狗狗噜噜圆形。盾波球形。打钢半圆形。楚西卡钢马正方形。修苏克立方体。苏鲁松马三角形。嘎敦圆柱体。妞敦圆锥体。楚西那尔蒙长方形。lip lip 扁平状。迥波椭圆形。那尔蒙狭长形。千秋松巴蕊恰第三单元乐器。比切铜拔。鼓。西拈挠拔。丁夏克碰铃。展拈弦子札木年琴。逼汪胡琴琵琶。欧林小提琴。林布笛子。哑铃唢呐。筒签长号角。尺布铃铛。扎马乳手鼓陶鼓。解决其中间替换练习。瑞恰开始比吹奏什么乐器？林布比吹奏笛子。哑铃比吹奏唢呐。筒签比吹奏长号角。瑞恰开始动敲击什么乐器？我动敲击鼓。丁夏动敲击碰铃。比切动敲击铜拔。瑞恰开始追演奏什么乐器？西拈追演奏挠拔。展拈追弹奏札木年琴。欧林追演奏小提琴。逼汪追演奏胡琴。扎马乳追摇手鼓。
起不追，摇铃铛。我让个血给村豆开始饮。我最喜欢的色彩是什么？开始以村豆浆开始饮。什么的色彩也是什么？我让个血给村豆微波饮。我最喜欢的色彩是蓝色。南卡以村豆浆微波饮。天空的色彩也是蓝色。我让个血给村豆格了波饮。我最喜欢的色彩是白色。金巴以村豆浆格了波饮。云的色彩也是白色。我让个血给村豆乌格了饮。我最喜欢的色彩是浅蓝色。扛着以村豆浆乌格了饮。雪山的色彩也是浅蓝色。我让个血给村豆猫木饮。我最喜欢的色彩是紫红色。秋巴以村豆浆猫木饮。藏袍的色彩也是紫红色。我让个血给村豆讲裤饮。我最喜欢的色彩是绿色。你给村豆浆讲裤饮。青稞的色彩也是绿色。我让个血给村豆春茶饮。我最喜欢的色彩是花色。加村起村豆浆春茶饮。彩虹的色彩也是花色。我让个血给一开始饮。我最喜欢的形状是什么？开始以一浆开始饮。什么的形状也是什么？我让个血给一狗狗了饮。我最喜欢的形状是圆形。古秀以一浆狗狗了饮。苹果的形状也是圆形。我让个血给一出西耳木饮。我最喜欢的形状是长方形。菠萝这汤给一浆出西耳木饮。球场的形状也是长方形。我让个血给一顿波饮。我最喜欢的形状是球形。西口拉以一浆顿波饮。地球的形状也是球形。我让个血给一苏鲁松马饮。我最喜欢的形状是三角形。日我以一浆苏鲁松马饮。山的形状也是三角形。我让个血给一中波饮。我最喜欢的形状是椭圆形。公阿以一浆中波饮。鸡蛋的形状也是椭圆形。我让个血给一加吨饮。
我最喜欢的形状是圆柱体。我以一江加敦影，鼓的形状也是圆柱体。我让个乐器瑞恰开着影。我最喜欢的乐器是什么？开着追尾闸被宁波堵，演奏什么的声音非常好听。我让个乐器瑞恰拎不影。我最喜欢的乐器是笛子。拎不比北闸被宁波堵，吹奏笛子的声音非常好听。我让个乐器瑞恰我影。我最喜欢的乐器是鼓。我懂尾闸被宁波堵，敲击鼓的声音非常好听。我让个乐器瑞恰张念影。我最喜欢的乐器是弦子。张念追尾闸被宁波堵，弹奏弦子的声音非常好听。我让个乐器瑞恰比汪影。我最喜欢的乐器是胡琴。比汪追尾闸被宁波堵，演奏胡琴的声音非常好听。我让个乐器瑞恰张马如影。我最喜欢的乐器是手鼓。张马如追尾闸被宁波堵，摇动手鼓的声音非常好听。我让个乐器瑞恰起不影。我最喜欢的乐器是铃铛。起步追尾闸被宁波堵，摇动铃铛的声音非常好听。